各位兄弟，不好意思，我先到北京发展，多保重啊。不会，不要这么客气，这是你多年的梦想。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到了那儿一定要做出番成绩出来哦。是，帮我们争口气。等你飞黄腾达了，一定要把我们也带过去。那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们，这趟去如果没有飞黄腾达，我不是人。哦，来，干杯！等一下，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这么重要的时候，居然自己庆祝都不等我。不过还好我没有那么不讲义气，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哇，红酒哎！这时候怎么能少了红酒呢？这一款是法国贝斯卡酒庄的基隆德波美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Bonne Chance， 在法语里呢就是好运的意思。希望你到了北京之后，一路都有好运常伴。哎呀，那就很好运了。来，快点啊！Bonjour 啊！就这么说定了啊。OK， 好啊。哎，你们聊。我明天的飞机。这么快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哦。你也是。我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一个人自己扛着，你找个信任的人跟他讲，最起码多一个人可以想办法吧。还有我姐那里，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小心哦。喂，赵熙啊，现在吗？你忙，先去休息了。好，我马上出来。拜拜。赵熙，林轩，怎么了？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有件事情想找你聊聊。我知道你到盛美家表面上是为了帮碧翠拿到红菱的单子，其实你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接近伊曼，找出他误写善利的蛛丝马迹，对吗？说什么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伊曼告诉我的。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不管他知不知道，至少我要让碧翠现在渡过难关。林轩，不可能是伊曼陷害善利的，你做这个卧底，恐怕没什么用。你的意思是说，单总真的是凶手？我觉得是另有他人。这件事情肯定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林轩，你太单纯，又太善良了，我不希望你把自己也卷进去。单总对我有恩，我不可能置他不管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来提醒我。其实伊曼也不容易，他
他可能是因为仇恨，没有那么理性，但是我相信，他始终都是善良的。我先走了，你多多保重。拜拜。让我们欢迎最新加入我们盛美家、来自碧翠的林轩小姐。谢谢大家。其实论资历，我可能比不上在座的任何一位前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这个晚辈，接纳碧翠，让我们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为红酒业制造新的传奇。谢谢。一家人，林轩小姐说的这个概念非常好，也带出了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就是正式启动并购碧翠的这个计划。1个小时之后，我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这件事。各位，盛美家和碧翠曾经有个复杂的过去，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并购，让两家曾经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分开的公司合二为一，重新成为一家人。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爸爸一直的梦想。林小姐，你作为碧翠的首席品酒师，在加入盛美家不久之后就参加了并购碧翠的计划，请问你有何感想？林轩小姐是真正懂得红酒的人，红酒是有灵魂的。真正懂得红酒的人就会知道顺势而为。既然碧翠的落寞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了，那为什么不让更年轻的盛美家给碧翠注入新的生命力？我现在宣布，盛美家正式收购碧翠，让盛美家成为为广大红酒爱好者服务的红酒机构。师傅，掉头吧。草，我们马上赶不上飞机了。过几天再说，我们过几天再去。师傅，快点，快点掉头吧。收购的新闻一经发布，不少投资公司都等着遇见我们。碧翠那边有什么动静？暂时没有。他们还真沉得住气。我该怎么办？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沈一曼为什么会收购碧翠？子豪也走了，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走？你牺牲你自己，结果换回不可控制的局面。你是不是跟碧翠签卖生气了？我知道啊。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当初善丽不肯借钱给我，后来又答应了，你是不是拿卖身契去交换的？那现在怎么办？你为什么不想一想，我如果走了，谁来帮你？
你真的以为你斗得过这件事情背后的策划者？我只是怕你拦着我，我不想你担心我。全世界的人误会我都无所谓，我不想你误会我。我只是不想让碧翠倒下，我只是想让单总出来，我错了吗？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别哭了啊！沈子豪先生，您的快递。请问您是沈子豪先生吗？我是。这里有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哦，谢谢。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该离开了吧，只是我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必须离开的这个事实罢了。那天看到你那么着急的去找林轩，我就知道我该放手了。也许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只是爱上林轩，我也许还能再坚持一下。但是那天我突然发现，你已经不是我当年爱着的那个沈子豪了，不是了，挺好的，真的。子豪，你是真的成熟了很多，这也让我更加爱你。我曾经傻傻的以为，通过我的努力，你会回到我身边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在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断开了，是我自己亲手断送的。最后这件，算是我帮你们找回失去的礼物吧。答应我，好好对待。你和林轩要永远的在一起，我祝福你们。老盯着我看干嘛？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沈一曼已经在收割胜利果实了，相信他很快就会吞并碧翠。那你就不要做点什么。现在不动胜过任何行动。什么意思啊？现在所有人都看到沈一曼在咄咄逼人，也都认为这只是沈一曼跟单丽之间的个人恩怨。等到单丽的案子尘埃落定，那个时候我再出手，那别人就会觉得这只是一件正常的商业并购案例而已。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要让任何人产生不愉快的想法。聪明。那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等？也不会，等沈一曼拿下雷诺，我就会出手。对啊，关于雷诺酒庄1年之约马上就要到了，我差点忘记了。还有3天。那这会儿谁要惹到你，那还不倒霉透顶了？喝茶。子豪，子豪，垃圾又乱。加我新写曲了。我们2个人的缘分，在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断开了，是我自己亲手断送的。没有我的牵绊，你就真的可以面对你心里面真正爱得的人了。子豪，思雨呢？他走了。你们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跟我走。去哪儿？雷诺酒庄为什么决定逾期？我之前让你跟进生源的事情，你干得怎么样？盛美家和碧翠即将合并，单丽也已经入狱了。那么雷诺酒庄的归属还有什么悬念呢？还有悬念。子豪，你出去吧。我很感谢你在音乐上对我的帮助，但是我求你，放过碧翠，放过林轩。我从来没有逼迫过谁呀，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求我放过碧翠呢？好像我才是那个很万恶的人。我只是要夺回属于我们沈家的东西呀。我知道你现在被仇恨蒙蔽了眼，你认为是单丽杀了你爸，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充满疑点。什么疑点？现在一切都是证据确凿，不是吗？我现在说不过你，我们先撇开单丽不说，我只求你在事情还没完全查清楚之前，不要并吞碧翠。我也求你放过林轩，好不好？是他心甘情愿的来投靠我的。他是走投无路了。申子豪，你也是姓沈的，你别一味的帮着外人说话。而且，我是绝对不会让爸爸的产业落在外人手上的。现在单丽入狱，碧翠群龙无首，如果我不及时收手的话，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的酒庄盯着碧翠。我现在收购碧翠，是为了保护碧翠，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沈家的红酒产业。我相信，不管是我爸爸，或者是你爸爸，他们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也会很欣慰的。单丽已经把所有碧翠的事宜全部交给林轩了，你现在这么做不是摆明欺负他吗？首先，单丽的委托是不成立的。碧翠根本就是他从爸爸手上骗回来的，他哪有资格对碧翠私相授受？第二，你一直向着林轩，让我很好奇，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这么冲动，这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没这么简单吧？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你们才知道。我只是看不过去，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处理。好了，子豪，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会娶她。我可以看在他未来将会是我们沈家媳妇儿的份上，能够重新掌握碧翠，不然的话，一切免谈。总之，我是肯定要拿下碧翠的。至于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吧。你走那么快干嘛啊？沈嫂，怎么样？我觉得你刚才的表现真的很不够男人哎。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你姐要回碧翠呢？就是说你要重振你爸爸的红酒事业啊。你自己刚才也是一样，你什么话都没有讲哎。我是带着你去把事情讲清楚，结果你看到姐跟老鼠看到猫一样，真受不了你。你说什么？本来就是啊。懒得跟你吵架。哎，不是嘛？你刚刚什么都没有讲哎，你可以讲些什么嘛？那本来就是啊，你姐都不听讲，你为什么不反驳她呢？那我姐说爱不爱，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话呢？你姐那是问你的好吗？我有什么好说的？不是嘛？我总得问一下你的意见啊，对不对？雅克先生，您找我。您知道了。The agreement has only been in place for less than 1 year. I did not know that it would turn like this. 其实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控制。It's a pity. 可惜什么？ Originally, Renault was very happy with you, but now. 雅克先生，其实你也知道，1年前我已经赢过碧翠了，现在单丽也退出了，那雷诺酒庄的归属。It has become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 transfer of the winery. 为什么？ Well, it is also providential. 什么天意？ You know yourself that it was some sort of accident that resulted in us having a 12-month agreement. 我知道。其实你之所以要推迟1年重新比赛，就是想有机会找回那19瓶初之恋红酒。I believe that if I could reassemble the original wine bottles, then she might return to me. 所以你转不转移雷诺酒庄都是其次，你只是想找到他。I have searched everywhere for her. I will never forget her, never. 雅克先生，你的真心真的非常感动。其实我知道你在找的那位女士现在在哪里。Are you saying she's the manager of this florist's? 是的，我之前还来这里找过她，问她要那19瓶初之恋红酒，但是她没有答应。Why? 她觉得我充满着功利目的。她说那些红酒要留给充满爱的奇迹的人。She is a woman born for love. She cares only about love and art. Is she all right? 她很好。When? Why will you not see me? 雅克先生，你能不能重新考虑关于雷诺的决定？ Miss Shen, I know that you want to have control of Renault Winery. 这是我爸爸的遗愿。 I cannot direct Renault. 为什么？ Because I've always had some guide, and the guide that she should have the power over Renault. 你说的是林轩？ Yes.
I think she was sent by God to win back my love. 雅克先生，你知道吗？他后来加入碧翠了。Well, 这样吧，如果我和他重新比赛，我赢了他的话，这算不算履行了当初的约定？ it could be, so long as the competition is seen to be fair and honest and open, then I could award the Renault to the winner. 好。哎，不用上班了，不用做生意了。大家都以为我们已经被盛美家给吞并了，谁还会来呀？哪有什么吞并啊？碧翠的招牌只要一天不倒，每天都要做生意嘛。对啊。子豪，姐，不用这么心急吧？林轩，你的运气真的很好。运气很好。1年前，你无意中打碎了那瓶红酒，没想到到了今天，还能继续为你带来好的运气。什么意思啊？后天就是约定雷诺酒庄归属的1年之约了。是啊。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如果你输了，你就要心甘情愿地让出碧翠，还有雷诺酒庄。为什么呀？你只要回答我，你敢还是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很好，我就是欣赏你这种态度。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在红酒比赛中真正的打败你。虽然我知道，在红酒界里我还只是一个新人而已，但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那就好。你不会是真的要去吧？那不然怎么办？一定要去啊！你一定要赢，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林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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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的！对，一定会赢的。想什么啊？在想我没有什么把握赢沈总。怕什么啊？我看好你。其实你根本就知道我打不赢他，我才1年入行时间，他的干嘛？你只要认真努力过，就不会有遗憾。你怎么突然这么励志啊？我好不习惯。你如果明天赢不了，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你。哎，对了，申阿姨不见了，怎么办？没有，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那你怎么不早说？他跟我说，他知道我明天要比试了，希望我能保持状态。不过他说了一句好奇怪的话。什么话？他说，在真情的面前，连上帝也会融化。什么意思啊？哎，好了，不想了，走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连真爱都会融化。那我先跟别人说。欢迎大家莅临雷诺酒庄转让品酒会大赛。本次大赛是由盛美家及碧翠2家公司进行竞争，
有请红酒天才盛美家董事长沈一曼小姐。以及有着红酒界3怪奇人之称的林轩小姐。最后，有请雷诺酒庄的让雅克先生上台来为我们大家说几句。Ladies and gentlemen,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on behalf of Renault Winery for coming here today. I believe that after today, Renault Winery will have a master who is truly passionate. Merci beaucoup. Now, let the competition begin.辛德斯红标梅洛红葡萄酒，2011年，这瓶酒充满了诱人的香气，清新的樱桃，成熟的栗子等果香，优雅的红浆果，淡淡的可可香。这瓶酒的酒体结构非常的细腻，完美的均衡了牛轧糖般的馥郁口感，伴着长长的尾韵。完全正确。吉隆德猎人白葡萄酒，09年。不同于以往所谓Sauvignon Blanc那种新鲜清新的果香味典型特征，这款酒的味道独树一帜。它有点像沙多诺那种丝滑圆润的口感，还带有一点点香茅那种香料系的风味。总之，这款酒是一款沉淀了3年时间之久，酒体很饱满，有丝滑口感的白葡萄酒。Right， 完全正确。吉隆德波美侯红葡萄酒，2002年，香气浓郁迷人，口腔里充满着红浆果的香味，青椒、香草香气回味冗长。这瓶酒就像在感恩大地的恩惠，也像在赞美着大地的浑厚笔触，像在画布上涂了好几层颜料的米勒代表作《晚钟》，和风土条件互相辉映，仿佛在品尝着这瓶红酒的时候，美酒在喉咙滑下的那一刹那，在脑海里面自然会呈现的那种画面。非常正确。吉隆德 Margaux 红葡萄酒，07年，这一款酒边缘棕红，酒体透亮，
散发着覆盆子和樱桃的浓郁果香味，清新又浓烈，入口的酸度刚刚好。随着开瓶时间，也出现了一些回甘，但是酸度仍然是又清新又爽口。它的单宁又浓厚又柔和，回味也很持久，就像是一个有一点点成熟，但是呢又带着一点俏皮的女生。吉隆德贵腐葡萄酒，2009年，颜色金黄，酒香丰厚。贵腐霉菌所产生的细腻、微妙、和谐的烤肉香气中，夹杂着黄桃、李子、梨子和柑橘等水果香气，口感余味清爽，带有蜂蜜、白色花朵、黄柏水果等香味和味道，马上就征服了品尝者。完全正确。搞清楚你到底是哪一边的。是啊，你哪边的？哎呀，谁赢都无所谓，是不是？雷豆酒庄早晚是转给我们自己人，盛美家也好，碧翠也好，还不都是你沈家的吗？啊，你自己还分这么清楚，是不是？对不对？是吧？是吗？下面有请雷诺酒庄的让雅克先生宣布比赛结果。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excited by this whole process. The situation or the occasion itself is, of course, a wine tasting, but it is also an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of wine has at least 3 dimensions. Elegance and art are all very well, but St. Monica's Shani Man has an understanding of wine that goes much deeper. Now, I wish to disclose who the next owner of Renault Winery will be. It will be after all these years.
会有什么影响吧？他们在议论什么？事情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我。谢谢。哎，是阿姨来了。是阿姨来，她一定会帮你的。放心啦。应该会商量。Ladies and gentlemen, I'm so happy to have met Shan Yuan again after so many years.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mpetition at length, and now Shan Yuan will announce the outcome. Thank you. 这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红酒是一门爱的艺术，在我觉得心中有爱就是赢家。沈一曼小姐对于红酒，不管是知识、技术、专业，都比林轩小姐要略胜一筹。可是林轩小姐心中充满了爱，在我觉得林轩更懂得红酒。为什么？这太不公平了！我知道。